緊張嘅情緒都要嚟非常。係啦。咁因為咧咁緊張嘅情緒要迎接另一日緊張嘅賽事，不如又講下聽日有啲咩賽事啦。好啊！我哋聽日咧有一場嘅賽事會有我對住你喎。呢個真係值得睇一睇啦。不過永遠都係友誼第一嘅。咁下一場嘅賽事就會由順班對住望班啊。咁啊，望班咧就會有佢嘅挑戰啦。嗰個表現如何咧？就聽日就會揭曉㗎啦。係。冇錯啦。暫停嘅時間已經夠啦，嚟到最後一節，唔知順班有冇機會可以追翻咧？好，全世界已經預備好啦，等待球證8號之靈。第4節開始，由終於攞到波，成功下，打翻去重要嘅簽名，高啲手上。由盧文浩帶波去前場，嚟自 Angus 一個3分，咦，攞翻一個進攻嘅籃板，由盧文浩射3分，亦都係唔成功啦，好攰啊！應該係話呢個工作人員啦，老師啦，仲有忙一啲時間。好多可能都流沙大學啦，而家菲拎調咗入嚟，然後攔截咗呢個傳波，再俾翻菲拎啊，一個 long pass， 有加希，哇，一個好靚嘅 1-2， 再由菲拎抽到，慢門一腳，入咗。場證又警告場上嘅球員唔好亂入球個波啦，咁咪就會將會有呢個踢到高啊！而家咧個比數啊，喺呢一個好遠嘅係啊，雙攞攞翻呢個調聲之子，有聲之子馬達加走住啊！雙大波波啊！兩個。而家嘅比數係54-37。而家嘅第4節嘅比賽時間仲有8分鐘。好嘅，就攞翻嗰一截神，一個3分，差少少，啱啱攞到個 rebound，啱啱 rebound 到點我哋雙位數，已經有15個嘅，偷魚，偷魚已經有30分嘅進賬。由 Angus 調咗俾 YG， 再 Y3， 一截神 ，push it in， 一個3分。
3分嘅頭射，3分 ，Angus， Oh three。我又講一講呢個比數，而家咧比數咧係60比43，哇，分差都幾大。講到4 3，哇，兩隊3分幾定都唔錯啊！應該得到唔少人嘅鼓勵底下咧，佢哋都為自己班拼命奮戰。又一個3分，哎呀，爭啲。抄嘅球員嘉希有一個犯規。哇！好係呢個3分嘅犯規，有3，因失情上面，你知道佢係真嘅。不過冇計，更實嘅環境底下都要接受嘅。希望佢能夠把握呢3個罰球，再次拉開比數。兩個，唔好意思啦。哦，好快。一球抵足。哇，穩定。唔知埋球。咁我説明啦，咁又大估唔到中文嘅用法。又係一個3分 ，Angus 強啲。哇！好呢個3埋滿1腳㗎。我諗呢場嘅 Top 10 highlights 咧，7球都係佢。哇！信心嘅表現啊！仲有5分鐘，操練。仲慢，喂，手都出嚟3分，唔好理。派出嚟3分，我手啊！快啲攞到波，男仔跳射唔成功，新爾攞到籃板，俾 Cody。哇！睇嚟有球員抽筋喎。坐低啊！4打5，睇下依家有冇經驗。哇！見到林學文好努力啊，跳住都喺度防守，但無奈唔能夠阻止佢哋嘅進攻。好，加油！活咗幾耐啊？而家係比分係66比48。時間咧4分10秒嘅比賽時間。個老咧咁多年嘅爭著點咧，見過咁衰。真係冇喎，因為今年就應該比較係意外嗰一屆啦。係啦，即係呢啲其他級嘅呢邊就我諗我就聽冇去咁多球唔知喎，即係以你所知咧。我見係都唔見啦，即係可能人哋我俾手翻俾我講啦，但係你都加緊呢個我今次係咁我哋咁講㗎啦，亦都有關於呢個呢啲聽日啦。